好啦，咁今日就同大家講下點樣喺網上面報名同埋報考 HKSI 證券及期貨從業員資格考試啦。OK， 咁首先我哋第一步就一定要喺個瀏覽器度輸入翻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 HKSI 嘅網址啦。咁你跟住呢條連結打就得啦。咁輸入咗網址之後，就會去到 HKSI 嘅頁面，HKSI 嘅頁面。咁我哋就揾翻 eBooking 呢個掣，eBooking 呢個掣撳落去。撳咗落去之後，我哋就要去揾到底點樣去產生一個考生檔案。咁我哋就撳呢個按此嘅連結。入到去之後，我哋就輸入考生嘅資料，包括係英文姓氏、英文名字中文姓氏中文名字。好啦，咁輸入完呢4項資料之後呢，我哋就輸入身份證號碼。咁記住你要輸入埋括弧入面嘅數字，但係就唔使輸入個括弧嘅。OK， 咁之後你要輸入你嘅出生年月日啦。首先打年份，跟住月份，跟住日子。OK。再輸入個聯絡嘅地址啦，好啦，輸入完之後就輸入個聯絡電話啦。首先輸入個日間聯絡電話，再輸入個流動電話嘅號碼。輸入完之後就輸入個電子郵件。然後再次輸入個電子郵件，總共係輸入2次㗎。之後再輸入一個密碼，然後再確認多次個密碼，之後就撳遞交鍵。撳完遞交鍵之後，考生檔案就已經完成啦。咁跟住我哋按繼續鍵。咁撳完個繼續鍵之後呢，我哋就可以睇到入咗個網上註冊同埋報考系統啦。咁喺呢度，我哋首先就要揾翻個掣，撳翻個繼續鍵。撳咗個繼續鍵之後，我哋嚟到選擇考試嘅頁面。咁我哋首先選擇翻個考試，就揀翻證券及期貨從業員資格考試，揀翻相關嘅試卷。咁我哋呢度就揀咗卷7，然後就揀繼續鍵，撳繼續鍵，繼續。之後我哋複核多次，係考卷7，冇錯。之後我哋撳繼續鍵。之後呢，我哋就喺呢度揀翻個選擇時段鍵，撳咗落去。嚟到呢一個頁面，我哋揀翻選擇試期鍵，撳落去。撳完落去之後，你會見到個月曆，咁我哋就喺月曆度揀翻相關嘅時間。藍色就可以揀嘅日子，紅色就唔揀得嘅日子啦。咁我哋揀翻9月28號，再揀翻個時間下晝，然後再揀翻確定鍵。喺確定鍵之後，我哋見到個時間出咗嚟啦。我哋睇一睇，複核下有冇錯，需唔需要更改？唔需要更改，撳翻個繼續鍵。撳完繼續鍵之後，你就可以睇翻你嘅考生資料同埋考試資料。咁請你複核多次你嘅考試資料，確認係冇錯漏嘅。OK， 睇翻個時間、日子同埋考試嘅試卷。咁之後勾選翻同意，然後再按確定鍵。好啦，按完確定鍵之後，去到付款畫面，咁你就需要輸入信用卡嘅資料啦。咁需要咩資料呢？第一，你需要輸入個信用卡嘅號碼啦，信用卡嘅有效期啦，信用卡嘅卡主嘅姓名。咁之後你會收到個短信確認碼，輸入翻你個短信確認碼，然後撳 submit 鍵。撳完 submit 鍵之後，你就已經成功報考試。咁你可以再次複核翻你嘅考試資料有冇錯。如果有錯，你就要聯絡翻 HKSI 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
如果需要領取正式收據，可以按翻索取收據鍵去索取收據嘅。